再来说我是台湾来的，其实我所读的书，孔子山东人，孟子山东人，老子河南人。我到四川去，有杜甫的草堂，无限的这个思古之幽情就产生了。所以这里没有任何的瓜葛，只有一种东西，就是人性，就是你跟我的诚恳。我们要注意的，我们怎么把这个已经断了的这个断层，我们怎么把它接起来？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努力，但是我们已经来不及了。虽然来不及，大家也不要太伤心，因为中国有一句老话，说死马当活马医啊。我们自己也可以稍微努力，但是你不要太努力，因为你的努力不会有大成就的。补救可以，不要想要成为大人才啊！我们的大人才在我们的下一代那边，不要浪费了它，因为这种高度的文化教养必定要在13岁之前完全的完成。怎么做？你首先这个工具上要养成他能够读经史子集的能力，就是要文言文的教育。你说它里面有糟粕，中国的传统有糟粕，有糟粕是一回事。如果你说有糟粕，也要一个有功力的人才知道它有糟粕，不可以随便乱讲。所以你要发扬它，你要有能力；你要批判它，你也要有能力；你要咒骂它，你也要有能力。所以，首先我们培养这种能力，然后我们从阅读当中，我们渐渐的融入其中。也可以说，古人的智慧渐渐开发我的智慧，尤其是我们现在所推广的这种教育，他所读的内容都是永垂不朽的智慧之作，叫做经典著作。这些经典之作，让他耳濡目染以后，他不会变成一个3家村的小里小气的一些顽固分子。这些经典之作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、一个高远的理想、一个开阔的胸怀。你要涵养你的性情，你要增长你的智慧，你要提升你的眼界，你要增进你的道德勇气，都必须靠这些永恒的著作来启发你。我们不是跟着孔子走，乃是我们读孔子的书来启发我自己内在的信念。如果孔子讲的话不是我内在信念要的东西，我可以不要孔子。我们是凭这样的精神来读书的。但是孔子讲的话，如果是千秋不朽呢，它还是新的，所以未曾老去，它还是有活力的，未曾死去。只要有人类，你就必须这样做，不是孔子叫我们这样做，而是你自己本身就希望这么做，只是这些书再来唤醒你。所以经典是唤醒人性的著作，不是来压迫你，不是来宰制你，不是来奴役你。千万要认识这一点，要不然我们就不能读那些书了。孔子说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一个巧言令色的人，他的心灵一定是不干净的，一定是不诚恳的。这种人你要小心啊！当孔子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是在2500年前，他是在山东讲的。但是2500年之后，我们在北京的人就可以巧言令色吗？你巧言令色就是有仁德了吗？你就可以去交巧言令色的朋友吗？不是的，我们还是嫌疑人。如果一个美国人，他巧言令色就好吗？不是的，他巧言令色，照常嫌疑人。这叫做经典。这种话为什么我们不去读？杜甫说：“
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北鸟惊心。假如你真的处在一个国破山河在、城春草木深的这种环境之中，一个人如果不会感时花溅泪，不会恨北鸟惊心，这种人没良心。所以杜甫不是他自己感时花溅泪、恨北鸟惊心，乃是普遍的人性都是如此。这样子叫做千古之作，这样子叫做永垂不朽。没有任何的政治势力，没有任何的经济势力可以使那些东西永垂不朽，只有人性。人性不在杜甫那里，不在孔子那里，在我们自己这里。这叫做经典。而经典不只是有了这样子的性情的涵养，不只是对我们人性的光辉的启发，它又是最好的文学著作。所有文学家只不过学到经典的一个面向，他就足以成家。唐宋八大家是不需要读的，因为他们是中等层次。他们从哪里学来这些文学技巧？经典之作。所以你要有好的文学的素养，你直接读经典可以节省你很多时间。有人曾经说，读经这样子的教育就是教育的经济学，因为它太经济了，只要学一点点，它就有很大的收获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每个老师希望你记住一句话：我们所要教给学生的，一定要教他有用的东西，而且这个有用一定是高度有用，而这个高度有用呢，是一辈子有用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你只要教5分钟，就影响他一辈子；你只要教一句话，就让他一辈子受用。假如不是这种教材，你不要教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学了刚才说的那种教材，这些教材自己就会了，你教他做什么？台湾的语文教育失败了，严重的失败。我们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来学国语、国文，但是语文程度1年不如1年。为什么？专门在浪费孩子。我们举几个例子。我们的小学，他认为小学生懂什么？小学生只懂什么呢？小学生只懂得他身边的生活。于是我们要生活及教育，教育及生活，所以我们又要教他身边的这个语言。所以他懂得什么？小猫小狗。所以我们的教材叫小猫叫，小狗跳，老师找，小朋友找。我的书包里有书也有笔，天这么黑，风这么大，爸爸鼓一曲。小华、小明、小英的故事讲了6年，这3个人在6年之内阴魂不散。学了这3个人的故事之后，一个人到了13岁升上初中了，他的心灵里面除了认识2000多个中国字以外，他的心灵当中有4个字可以形容：一无所有。完全浪费。现在我举另外一个例子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唐德刚先生，他反省胡适之他的所谓白话文运动。胡适之先生是鼎鼎有名的名人，他自己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，在他晚年的时候用英文讲自己的一生的经历，叫做自传，胡适口述自传。因为是英文，但是这个很有历史价值，所以他就叫他的学生唐德刚，现在在美国纽约大学当教授。唐德刚，他把它翻译成中文，在翻译的时候，唐德刚一面翻译一面就下注解，就对于胡适先生的功业有一些这个评论，在讨论到民国8年，
五四运动，民国9年白话文运动的时候，唐德刚先生这样说，我念给大家听啊。说这一场的白话文运动，尤其是以白话文作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点，其建设性和破坏性究竟孰轻孰重？最好还是让在这个运动影响最重的时期，受中小学教育的过来人来现身说法。因为民国9年的时候，胡适之建议国民政府把我们小学的国文教育完全改成国语，就是完全改成白话文，小孩子只学白话文就好了，不要再学那些什么佶屈聱牙的古文了，这叫白话文运动。唐德刚先生就是那时候正好是小学生要入学的人，于是他亲身经历到这种变化。他说要由我来说，才能够知道这种教育到底是成功的、失败的，是对于国家有利的，还是在残害国家的。笔者本人就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新学制受教育的小学生之一。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，距离我家最近的国民小学就是公立小学，公立小学一概都照政府的办法教白话文。这小学也在10里之外，我们上不了公立小学，只好在家里祖父开一个私塾来教我们几个亲戚的孩子。我祖父是革命党，他的这个头脑是很清的，所以他有许多的改良，不是按照一般的私塾教育，但是在国文这一课，他却规定我们要背诵古文，作文也要用文言文，不许用白话。我在这个私塾之内读了7、8年之久，我的国文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若击鼓地摇。若击鼓地摇是尚书，尚书号称佶屈聱牙，所以把尚书都背完了，大概45经啊、诸子百家都背完了。所以最后连左传选粹和史记精华录也能整本的背。在我们这些同学当中，除了2、3位实在念不下去之外，大多数的孩子都不以为是辛苦，最后在家长的鼓励之下，竟然也主动去读《资治通鉴》和《昭明文选》这些大部头书。那时候他几岁？11岁。在我们12岁那一年春天，家人为我们送我们上初中，必须有一张小